投資其實唔係咁複雜，真係唔難。我意思就係佢嘅基本框架好簡單，當然你都要花啲功夫去揾下邊啲地方有被低估嘅機會或者其他嘢。但其實你唔需要有好高嘅 IQ， 亦都唔需要有好多投資智慧，先至可以喺2002年買垃圾債券，甚至係做嘅 LTCM 出事嗰陣有得做嘅嘢。你其實只需要有自己信念嘅勇氣，你要有啲所有人都嚇到哀嘅時候，仲肯行動嘅決心。其實咧喺1974年咧都係嘅，嗰陣我哋買緊嘅市盈率極低嘅股票，唔係話冇人知佢哋好平，只不過大家因為種種原因咧都呆咗，唔敢喐啦。而且你知咧，跟住落嚟嘅教訓就係用邏輯去判斷，而唔係用情緒。其實好明顯，但係有啲人就好難做到，有啲人就咁難。查理，你仲係夠喺呢方面再幫我啲數啊？我覺得呢個悲劇，我哋後生嘅時候面臨嘅競爭遠冇你哋而家咁激烈。投資管理領域裏邊聰明人並唔多，佢哋其實並非如此。你應該睇下銀行信託部門嗰啲人。所以而家我哋有咗大批才華橫溢嘅年輕人，同埋各種各樣嘅私人合夥企業、專有部門同埋大型投資銀行。而家投資管理行業入邊呢，有大量人才，所以嗰個競爭好激烈。如果而家突然間發生危機，會有大約500間公司正在密切咁研究，每間公司都擁有充足嘅資本，可以隨時投入其中。我哋嗰陣時成日都係得我哋自己一個，但係呢2002年呢，我哋會係唯一嘅買家。去到2002年呢 Charlie 有好多有投資經驗、高智商嘅人呢，市面上都有好多錢，錢根本唔係問題，佢哋對嗰個範疇驚到唔敢入場。其實當你遇到一個大震盪，就好似而家呢個禮堂發生大火咁，你會見到好多人有啲奇怪嘅行為。如果你可以，特別係主台嗰啲人，如果你可以喺其他人都發咗嘅時候保持清醒，咁當然機會都仲會有。但係如果你用呢個策略，可能會有一啲好長又悶嘅時期。3年前你喺韓國都揾到唔少證券，人口5000萬，係個先進社會。資產負債表好穩陣，行業地位又強，市盈率大約3倍左右。但係要有一個大震盪先至會出現咁嘅情況。係啊，但係其實嗰個震盪呢係3、4年前甚至5年前就已經發生咗。喺韓國投資界有好多聰明人喺度，都一樣有好多醒目人周圍揾機會，所有資料都係公開嘅。你上網就可以揾到關於韓國公司嘅資料同你喺美國證監會睇到嘅一樣嘅好。嗰度有幾十家公司，價格都非常非常非常便宜。咁呢啲擁有咁多錢嘅聰明人都去邊啊？呢件事發生過，但係如果我俾你再舉出20個類似嘅例子，你會困難。我要俾佢哋起名嘅。呢個係排名第8名嘅位置啊！我叫西蒙丹尼森，史密斯，嚟自英國。我哋問題就係咁，如果你而家有100萬美金起步，目標係40年內平均每年增值20%，你會喺頭5年選擇咩類型嘅投資同埋咩投資策略？其實幾有趣。我哋第一個合夥企業係50年前成立嘅，就係2日前1956年5月4號星期四。當時資金係105000蚊，嗰個拍手嗰個係我阿梅，佢都有份參加我哋個合夥企業。如果我同 Charlie 要重新開始一次，喺呢個情況下，Charlie 會話我哋唔應該咁做，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抵受唔住誘惑去做翻同一樣嘢，我哋都會做得好類似。我哋而家都係投資證券。我哋會環顧世界4周，好似睇下韓國嘅
Charlie 會話你揾唔到20間你嘅公司，但係其實你唔需要揾到20間，其實你只需要揾到1間就夠。咁呢行你唔需要有一大堆好主意，你只需要間中有一個值錢嘅好主意就得。至於證券方面，我哋都會做翻同一樣嘢，可能就係投資嘅細啲嘅股票，呢啲就會係細啲嘅股票，因為我哋會揾到嘅可以對細型投資組合有影響嘅。但係對於好似 Berkshire 嘅大嘅投資組合呢，就完全冇影響。如果我哋想買生意，咁就會好困難。我哋睇啲名氣呢，所以啲人都唔會主動揾我哋。如果你講緊100萬蚊，其實我哋都只係一個好細嘅玩家，所以我覺得如果用少量資金去買生意，應該唔會有咩大成就。Charlie 一開始其實係做地產發展，因為嗰陣時真係唔使好多資本，你可以用努力同埋精力去放大成效，或者應該話努力同精力可以將少量資本放大到一個好誇張嘅程度，呢樣嘢證券市場就做唔到。我自己就比較傾向嘅證券慢慢一步一步咁做落去，但係呢，基本原則其實都冇分別。你知啦，如果我幾年前經營一個細規模嘅合夥基金，我應該會100%投晒去韓國。我會周圍揾啲價格嚴重錯配，而我又明白嘅投資機會，其實間唔中都會有啲咩機會出現。Charlie 你點睇啊？我都同意你講嘅。你睇住會揾到一樣嘢可以賺到20%，然後你可以坐定定40年嚟收錢。呢個概念其實只係發夢啫。現實世界唔會嘅夢想世界。現實入邊，你要揾到一啲你真正明白，而且係你手頭上最好嘅投資。揾到最好嗰個之後，你就要用佢哋同其他所有選擇比較，因為嗰個就係你哋機會成本。小額資金就應該咁投資。當然啦，缺期在於獲得足夠嘅專業知識，使你嘅機會成本，即係你嘅默認選擇，雖然仍然相當唔錯，非常高。因此呢，就基本算術嚟講呢，遊戲規則絲毫冇改變。呢個就係點解現代投資組合理論如此愚蠢。確實係咁，各位。係嘅，沃倫話佢原本希望所有人都生活喺一個國家嚟，咁你基本上都啱嘅。佢哋有合夥基金嗰陣，未必會咁做。但係如果你聽現代投資組合理論呢，佢會比傳統嘅做法集中得多。大部分人都揾唔到幾千樣同樣好啲嘅，佢哋只會揾到幾樣。其中1、2樣係遠遠好過其他所有嘅息地嘅。正確嘅投資思維就係要仔細考慮你最好嘅機會成本嘅採取行動。呢個係第9點嘅內容。呢個嘅經濟學1年級課本度都有基本教科書都寫晒，只不過佢未有滲入現代投資組合理論入邊。我哋冇人揾我哋做書評。我係嚟自德國慕尼黑嘅 Andreas Rieger， 多謝你哋同我哋嘅坦誠嘅討論。其實我都想問本書嘅問題，所以我又講返書評。Jeremy Siegel 喺第2本書入邊有嘅想法，我想了解下呢啲想法會點影響你哋嘅投資策略。如果佢嘅想法有咩改變，你哋又會點回應佢嘅建議？多謝你。你講緊邊本書 ？Jeremy Spiegel。Jeremy Spiegel 佢第2本書講緊新舊交替嘅勝利。呢對我哋冇任何影響。查理，係你咩？佢係嗰個對長期普通股投資非常樂觀嘅人咩？賓夕法尼亞大學，係㗎。係嘅。我覺得佢精神錯亂咗。出色地，查理
佢係個好好嘅人。出色的。佢或者係個好好嘅人，但係佢呢個係攞蘋果同埋大象做比較，仲試圖做出準確嘅預測。我係嚟自洛杉磯嘅 Bob Klein， 你講得好有道理，話要等潮水退咗先知邊個嘅着褲游水。你可唔可以講下點樣嘅投資或者做生意時用理性嘅決策過程，而唔係淨係啲幾個例子嘅結果或者成效，或者只係喺短時間內嘅表現。例如，如果競爭令到保費壓得太低，其實未必係好主意去承保某啲保險單。同樣嚟講，喺股票市場入邊，順勢投資者可能一段時間會有唔錯嘅回報，但係高位買入，再希望更高位賣出，長遠嚟講唔係一個好策略。所以我想聽下你哋講多啲，點解用有效嘅決策過程嘅重要，即使短期內可能會有啲唔好嘅結果，或者表現唔理想。係啊，Ben Graham 好早之前就講過，你啱定錯，其實唔係因為人哋同你意見一樣定唔一樣。換句話講，逆市操作其實唔比跟風有咩特別優勢。你啱係因為你嘅事實同推理啱，所以你要做嘅就係確保你掌握嘅事實係正確，而喺呢個國家通常都幾容易做到。即係話呢，所有嘅嘢資訊都揾得到，互聯網令呢樣嘢更加容易。然後當你有冇乜事實之後，你又要攞清楚佢哋代表咩意思。你唔需要做民意調查，你唔使理會，佢無關痛癢佢嘅，即係話你要揾嘅咁重要，同埋可以知道嘅嘢。如果有幾嘢係重要但係無法知道，就唔好理嘅。即係話可能有啲重要嘅事，你唔知聽日會唔會有人掉核彈，但呢啲係冇法預知嘅，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情況。但係有好多嘢係可以知道，但係又唔重要。專注做生意同投資決定嘅時候，你要理清楚，將範圍收窄到佢可以知道有重要嘅嘢，然後再決定你手上嘅資訊值唔值得你行動。睇下同價錢等等比較之後，會唔會令你出手？其他人做咩，其實一啲都唔重要，係價錢啦同其他嘅因素啦，先會令你行動。其他人做緊咩嘢嘅，其實完全冇意義。正如 Graham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第8章講，市場係用嚟服務你，而唔係教你點做。呢樣嘢極之重要。當人哋講緊股票有動力，喺圖表或者其他類似嘅嘢，其實就係話市場喺度教你點做，但市場唔會教我哋嘅。市場係用咗服務我哋嘅。如果市場做咗個傻事，我哋就有機會出手，因為市場做乜嘢傻事，我哋就會出手。但市場本身佢話俾我哋聽嘅咩？佢只係話俾我哋知個價錢。如果個價錢同事實同推理得出嚟嘅結果唔一致，咁你就應該行動。如果佢哋可以做，你就唔好理佢，去打下橋牌都好啦。第二日再睇下有啲新嘅發生。最正嘅地方就係永遠都會有新嘅出現。我提過 LTCM 危機，你知啦，我哋冇咗。星期日嗰陣啦，有啲持有問題投資組合嘅人會揾我哋。而家我可以同你講，星期日你真係可以賺到唔少錢。雖然唔係成日有機會，但係如果星期日有人打俾你啦，通常你都會賺到錢。如果星期日都有人打俾你，佢代表件事真係亂晒大陸。你要做乜嘢？好簡單，只要確保星期日你係接電話嗰個，而唔係打電話嗰個就得。但係如果你真係收到佢哋嘅電話，星期日有人打嘅，同你講話 off the run 同 on the run 相差嘅30個基點，你要做嘅就係睇下點樣處理呢個資訊。首先要判斷下係咪真，然後再睇下點樣用呢個資訊，睇下你有個本事打好你手上冇牌。你千祈唔好俾自己陷入一個咁嘅局面。好明顯，唔好俾對方可以控制你點行。你必須能夠喺任何情況下都打出自己嘅牌。但係如果你能夠按部就班咁出牌，掌握正確嘅事實，獨立思考，讓市場為你服務而唔係指導你，你就唔會失手。查理，我想講你哋當中有啲人可能會失手啦。
咁講啦，查理百發百中，佢會同意嘅。你仲有咩要補充嘅咩？好啊，至少我令佢唔再講翻頭先嗰個話題。至少我令佢唔再講翻頭先嗰個話題。第11題，其實真係冇乜分別。我意思係，我哋完全唔會理人哋點評論可口可樂或者吉列股票或者其他嗰啲嘅，即係話隨時一日之內可口可樂可能有200萬股成交，咁即係有好多人賣，好多人買。你同一個人傾會聽到一種講法，同另一個人傾又會聽到另一種。你真係唔應該因為其他人點睇而去做證券投資決定。如果你係咁做，你應該睇下做第二嘅嘢，因為民意調查唔會令你喺華爾街發達。所以你真係要堅持投資嘅，你覺得自己有能力評估個生意，同埋我唔覺得。即係我同 Charlie 都唔會去睇啲咩生意會點、經濟會點、市場會點或者其他人點講。每次我見到啲文章話啲分析師對某啲生意有咩睇法，對我哋嚟講完全冇意義。你靠風向標係發唔到達嘅。我想講呢，講到預測呢方面，我明你問呢個問題嘅用意，但其實市場成日都喺度，而大家都中意聽預測，即係。如果我話今日會講一大堆預測，可能有8萬人嚟聽我講，大家真係好渴望聽預測。無論係扶輪社演講、行業協會定咗都好，佢哋就係中意聽呢啲嘅。成個行業都係佢建立出嚟嘅。你知啦，冇人由華盛頓出嚟去講嘅政治預測嘅，我根本唔會喺報紙度做呢。咁，因為其實都係咁填版位嚟嘅啫。你頭先提過 Edgar Cayce、Ben Graham， 我都幾熟 Edgar Cayce 嘅。我真係從來都覺得呢啲咁嘅用，世界上一定會有咁大驚喜。呢點睇得質疑，但我覺得而家去賭某一樣特定嘅事發生，其實唔係一個咩聰明嘅策略。事實上，我哋通常仲會反而去賭嘅超級災難唔會發生。我哋知道加州未來50年內一定會有一次7.0或者以上嘅地震，我哋唔知道會喺邊度發生，幾時發生，咩情況都唔清楚。如果真係聽日發生，我哋都願意賠好多錢出嚟，因為大家都會擔心災難喺有保險價值嘅情況下咁做都合理，但係其實都冇咩其他方法。我哋覺得要喺經濟生活入邊行得通。Charlie 咁多嘅 IQ 160嘅經濟學家花一世人去研究，你可唔可以數到一個超級有錢嘅？有邊個經濟學家真係靠證券賺到大錢？咁啦，我意思係你而家可以逐個數落去都冇。其實 Keynes 凱恩斯早年咧都試過靠預測生意走勢喺股票市場賺錢，後尾都放棄咗，轉咗去用 Graham 格雷厄姆嗰種方法。其實嚟翻嚟呢方面嘅歷史都幾有趣，因為佢以為靠咗唔同嘅經濟指標可以睇到佢所講嘅信貸週期，然後賺大錢。佢試過佢做幾次都輸晒，要揾人借錢。之後呢，佢就決定買嘅自己明白又平又好嘅生意，仲要集中投資，結果佢做得好好。呢段歷史幾得意啊！但係如果你攞晒佢嘅成個歷史，其實佢哋靠買賣股票都唔係賺好多錢。但係買賣股票嗰啲人呢，又會聽佢哋講，我就對呢樣嘢有啲唔明。你知啦，我以前對經濟嘅預測都冇乜星星嚟過，而我對自己嘅經濟預測最好嘅地方就係，即使我真係有講，我自己都完全唔理。我真係，我哋嘅投資嘅方法就係完全唔理宏觀因素。我睇唔起有邊次我同 Charlie 嘅一間生意，無論係買晒成間定係喺股市買嘢嘅股份，會考慮宏觀經濟因素。我就直接得出結論，或者根本連討論都唔會開始。即係我會打個電話。最近幾個月我哋都有2單咁嘅情況，我都會同 Charlie 講下。你知啦，我哋會傾下幾樣嘢，但係完全唔會講啲咩宏觀經濟。其實一直都會係咁。你知啦，我最近見到好多銀行合併，其中一樣嘢佢會做嘢嘅就係為咗減成本，證明合併係合理。其實佢哋好想合併，即係佢咁減成本嘅原因就係因為想合併。如果唔係咁想合併，根本唔會減呢啲成本，想做大嘅。但係好多時我諗緊有一間特別係佢哋會直接 cut 咗經濟部。我成日都冇點解一開始有經濟部呢？佢哋其實做咩嘅？你明啦，我意思係
有個人入嘅話，今年 GDP 會係4.6而唔係4.3，佢又點啫？你知啦，我意思係你都係繼續盡量批佢好嘅貸款，繼續吸收存款，然後盡量喺各方面嘅錢，其實同經營生意完全冇關係。係你知啦，依家冇做好似好時髦咁，每間銀行都有自己嘅經濟學家同經濟部門，大客嚟到就帶嚟去食飯。我一直都覺得呢啲根本就係廢話嚟嘅。所以如果有一日我哋 Berkshire 有冇經濟部，你就可以沽空我哋嘅股票啦。我記得呢度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呢句嘢過一年呢變得更加有意思嘅。我話，所以我哋需要一個天生識得認清同避開重大風險嘅人。跟住呢，我仲用斜體寫嘅，包括咗從未遇過嘅風險。之後我又講有啲危險，潛藏嘅投資策略入邊呢，係用而家金融機構常用嘅模型都睇唔到嘅。其實我覺得呢句都幾有先見之明，講緊舊年發生嘅事，呢啲地方全部都有模型，即係話大銀行、大投資銀行，佢哋可能每個禮拜都會開風險委員會檢討佢哋嘅模型，所有統計數字都會靚靚仔仔咁印晒出嚟。但其實佢哋完全唔知道自己涉及咩風險。你睇投資世界真係需要一個好穩陣、你信得過、分析能力又合理嘅人，但係你都需要一個真係可以睇到佢未出現過嘅問題，但係而家開始有啲苗頭嘅人，例如新嘅金融工具或者市場入邊新嘅行為等等，呢種能力其實好罕有。即係話，如果你嘅能力想像一啲你過去模型入邊咁出現過嘅情況，咁就好危險。多謝。喺你過去嘅模型入邊，你知啦，呢樣嘢可以致命。我同 Charlie 花咗好多時間去睇，你可能會突然間出現其他人哋諗過啲風險，因為我哋可能會錯過一啲機會。但我哋覺得，無論係幫人管理錢，定係自己管理自己嘅錢，呢樣嘢都係必須嘅。所以我會建議你可以翻去再詳細嘅下一個2006年嘅年報，因為嗰啲就係我哋一直揾緊，而且認為4位人選都完全符合嘅標準啦。Charlie， 你有啲咩補充啊？係啊，你都見到我哋幾咁避險。Berkshire 本身就好避險嘅。首先，我哋做嘢方式都係想確保佢一個理性嘅人會擔心我哋嘅信貸。而且我哋嚟做咗好多年之後呢，我哋仲會以一種方式去行事。而且我哋嚟做咗好多年之後，即使全世界突然間唔睇好我哋嘅信貸呢，我哋都可能幾個月都唔會察覺到。即係如果全世界突然間唔睇好我哋嘅信貸，我哋都可能幾個月都唔會察覺，因為我哋現金流嘅充裕，基本上嘅人可以對我哋施加壓力。呢種雙重風險防護嘅 Berkshire 嚟講，就好似呼吸一樣自然。呢個已經成為咗公司文化嘅一部分。而相反嘅文化就完全相反。你叫一個人做首席風險官，但好多時佢只係做緊一個令你做蠢事都覺得安心嘅角色。所以佢就好似德爾菲神諭咁，呃到波斯國王去攻打人嘅，即係話佢只係一個蠢嘅算命佬啫。佢一個有博士學位、識做高深數學嘅人，點解都可以咁蠢呢？好簡單，你可以距離。其實你可以蠢好耐都冇問題，你只需要渴望嘅